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。75歲嘅基哥李龍基，同埋細佢成36年嘅未婚妻王青霞 Chris，嗰段轟動全城，成日上娛樂版頭條嘅爺孫戀，終於玩完啦。基哥仲要係俾人飛嗰個，喊到豬頭咁款，對住記者兩度掩面落淚，好凄涼咁話喎，一切明白，我係第三者啦，祝佢哋幸福。個劇情仲好似套爛尾電視劇咁，原來王青霞一早喺內地有個老公，仲有個16歲嘅仔，冬至人團圓，人哋一家三口加埋個阿媽食飯，溫馨到極。基哥就自己一個喺香港玩遙控飛機，係幾咁孤獨，幾咁可憐啊！不過如果你哋以為今次事件嘅大輸家係基哥，覺得佢人又老，錢又冇，仲要戴埋頂被小三嘅綠帽，輸到攤攤腰，咁你就太年輕太天真啦！我話俾你聽，成場大龍鳳睇落去，分分鐘我哋基哥先至係贏到開巷，笑到最後嗰個終極玩家啊！點解？點解俾人飛，俾人呃，仲可以係贏家？唔好眨眼啊！我慢慢同你拆解呢局計算機之逆襲。首先，我哋定格喺最爆嗰一個畫面，基哥俾人問到會唔會覺得好抱歉，對唔住人哋王青霞嘅老公同個仔先？你估基哥點答啊？佢淚痕未乾，但好清晰、好理直氣壯咁話：我從來唔知情，因此冇需要向對方嘅丈夫同個仔道歉。喂，唔好話道歉啊，直情連唔好意思都冇句，呢句真係霸氣外露，堪稱年度嘅金句。潛台詞就係咩？我唔知㗎，我冇錯㗎，我仲係受害者添。至於頂綠帽，你老公自己帶穩啊！哇，你話係咪串過碼頭咕喱啊？一般男人遇到呢種情況，就算唔道歉都尷尷尬尬啦。但係我哋基哥唔會啊，仲講得咁硬正，就憑呢一點，你已經要開始懷疑呢個阿伯係咪真係我哋表面上睇到咁單純呢？好，我哋回個帶睇下呢場反轉再反轉嘅爺孫戀來龍去脈先。時間翻到10幾年前，基哥話佢哋喺灣仔港鐵站偶遇嘅。王青霞當時將佢錯認做朋友，交換咗電話。咦，一個後生女點會認錯一個咁有特色、唱巨聲嘅阿伯係朋友啊？不過呢啲聽估就唔好博估啦。基哥話係就係啦。幾個月之後，王青霞嚟到香港患咗感冒，人生路不熟，打俾基哥求助。基哥當時仲係有婦之夫啊，但係就非常 gentleman， 帶咗佢去養和度睇醫生，仲去5星酒店食飯。基哥後嚟自己都自爆早有非分之想，溝女梗係要重手啲啦。基哥以往接受傳媒訪問都話自己後生好風流，所謂3歲定80，去到阿伯嘅年紀一樣係咁花 fit。王青霞咁樣投懷送抱，基哥梗係唔會亦唔想頂得住啦。佢同王青霞一齊之後，就同第2任嘅太太離婚。之後佢哋開始超高調咁晒恩愛。基哥成日喺訪問度講兩個人嘅性生活，講到好似自己寶刀未老，餵得飽女朋友咁。而王青霞呢，就不停喺社交媒體炫富，沓現金、名牌手袋，仲有基哥送嘅名錶、畫作。當時全城網民笑到碌地啊，話基哥係提款機、老襯底，臨老入花叢，實俾人呃清光。但係基哥呢啲情場老手，邊有咁易中伏啊？王青霞呢，經常炫耀係嚟自富裕家庭，美國留學，仲識揸飛機。但係呢個雞棚吹到咁大，當然係冧得快啦。2024年，王青霞個才女人設呢，就開始崩塌啦，俾人踢爆學歷造假，借錢唔還，用假文書，最後仲因為多項嘅罪名被判坐監啊。佢多次去探監，對住傳媒講到聲淚俱下咁話：我好掛住佢啊！一出嚟就同佢結婚啦，個樣真係情深似海，不離不棄。全城嘅風向開始有少少變，有人覺得基哥雖然蠢，但係算係有情有義。同時，關於7層樓嘅傳聞越傳越烈，但係呢個時候，基哥做咗一個好微妙嘅動作，佢開始澄清啊！佢話：我從來冇講過話我將7層樓俾咗佢，我同前妻離婚，將所有嘢都俾晒前妻。呢個澄清好輕，
但好關鍵，佢喺女方最臭、最冇討價還價能力嘅時候，將最核心嘅財產承諾輕輕帶過，變成一場誤會啊！冇法律文件，冇白紙黑字，得個講字啊！網民呢，當時仲聚焦緊王青霞係幾咁 cheap，冇乜人深究基哥呢個反口嘅動作。物業就過晒俾前妻，最後都係傳俾啲仔女噶啦。就算同王青霞分手，一個崩都冇落入外人手喎。基哥簡直係高手高手高高手啦。等到2025年7月，王青霞出獄被遣返內地之後，佢就好似人間蒸發一樣，同基哥嘅關係急速轉淡。基哥當時仲幫口話女方想低調，點知去到冬至，核彈級嘅爆料嚟啦。YouTuber 都有哥哥踢爆，王青霞原來早喺2007年就已經結咗婚，老公喺佢爸爸嘅廠入邊嘅得力助手，個仔今年16歲，仲有圖有文件啊，影到冬至佢哋一家食飯，成個故事由爺孫戀騙案瞬間變為瞞婚婦人嘅雙面人生。呢個時候我哋嘅基哥點反應？佢首先話了解中，然後好快就正式宣布被分手，喊係有喊，但整合一下佢嘅戰績先，金錢損失接近零啊，樓冇過戶啊，所謂嘅使錢數目嘅不明，但係對比7層樓嘅傳說，簡直係九牛一毛啊！老牛吃嫩草，仲經常強調有性生活，由老襯提款機變成心情錯付嘅苦主啊！甚至因為呢件事，人氣同工作量不跌反升，成日上節目。所以大家睇到最後個結論係咩呢？就係喺我開頭講嗰句金句咯。佢根本就唔係提款機，而係計算機至真啊！計啲咩？我哋拆開嚟，用最簡單嘅話講：第一，保身家，將所有值錢嘅樓同物業過戶俾晒前妻，之後同王青霞一齊講咩送7層樓。全部淨係把口講啫嘛，食玩啊真係。第二，出聲嘅時機，等到咩時候啊？先至出嚟澄清話冇送過樓，就係王青霞最黑仔嘅時候，佢乜都穿晒煲啦，仲要坐緊監，冇得出嚟反駁。喺對方完全冇還擊能力嘅時候先講，呢個 timing 係咪好準啊？第三，人設同印象，大家記唔記得基哥成日喺訪問度講女朋友嘅私事啊？又成日對住鏡頭喊，我哋一般男人做呢啲嘢，可能俾人話核突或者虛偽，但佢做出嚟呢，有部分人反而覺得佢真性情。呢種功夫唔係個個都得噶。到最後爆出話王青霞原來有老公有仔，基哥好快就話我係第三者，我放低噶啦。跟住華麗轉身，佢仲可以好硬淨咁話，我唔需要同佢老公道歉。因為由頭到尾，佢都將自己擺喺一個被呃嘅可憐位置，錯嘅永遠係對方，佢自己呢，就永遠企喺冇錯嗰邊。咁王青霞呢，佢得到啲咩呢？得到個大話精嘅朵咯，又要坐過監，而家翻到去個老公同個仔點抵佢都成問題啊！就好似基哥講嗰句咯，因果報應，諗住揾着數，結果錢又呃唔到，監又坐埋，搞一大輪，得個吉。仲要俾人笑係時間管理大師喎，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呢個故事最後嘅贏家唔係嗰個擁有年輕老婆嘅內地老公啊，而係我哋全身而退，賺盡話題同同情，而家可以開開心心活埋呢幾年嘅基哥啊！呢頂綠帽佢送得理直氣壯啊，送到霸氣側漏添啊！所以話呢，千祈唔好睇小一任何一個老人家啊！你以為佢糊塗啊？分分鐘佢計嘅數仲精明過你同我，仲可以企喺道德高地話我乜都冇做過，我只係好單純咁去愛啫。咁你哋覺得基哥係一個天真受騙嘅老情聖啊，定係一個深藏不露嘅高端玩家呢？不妨留言 share 下睇法喎。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 CLS comment like share，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，多謝支持。